究竟係邊個話自然健美運動員係死肌肉㗎？而家小學嘅運動會真係搞得好好。我參加咗我外甥嘅親子接力賽，目標除咗金牌之外，仲希望大家嘅體能水平有進步。如果以短跑嚟講，其實 hamstring 後腿肌肉更加重要嘅，可以令到你後蹬嘅時候更加有力。除咗大重量嘅後屈肌群，當然唔少得爆發力嘅訓練啦。如果識得做 power clean 當然最好啦，就算唔識做都可以做跳繩、snap push 同埋 deep jump。要維持我本身嘅肌肥大訓練，但係又要爆發力，就要識得唔好令到 CNS 咁快疲勞，適時控制我嘅訓練量。當然核心肌肉嘅訓練都係不可或缺嘅。好多人可能會覺得跟訓練課表或者週期性嘅訓練太過煩或者太過娘炮，但係作為一個40歲以上嘅自然運動員，想多方面發展，咁樣係十分重要嘅。